好，今天呢，我们的谜语课要上的是谜语十句的复习。因为我们这个谜语十句已经上完了，所以我们要复习第一句到第三句的解释是什么意思哦。不要就说我们这一学期学了10句以后，结果每一句都不知道什么意思那就没有办法在生活中来活用了哦。好，我们先来从第1句到第10句来念念看哦。来，1、2、3开始。天公疼憨人，食紧拢盼碗。食果子拜树头，见面3分情。田无沟，水无流，好心潭边。了无价马肚滚，一顿叉到笑，乌人无胆。妖怪加势利。好，我们1到10句都已经先复习一次哦。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1句是什么意思哈。来，天公疼憨人，来，大家再念一次哦。天公疼憨人。天公就是老天爷，疼就是疼爱憨人就是不是说，通常我们憨人是说傻傻的人这边是讲不计较的人，老实的人所以呢，它的解释是说，老实的人会受到老天爷的保佑和照顾哦。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常的时候不要凡事都很计较哦，因为呢，太精明有时候呢反而不好啦。所以我们还是老实一点比较好。这样老天爷反而会保佑我们哦。不要每次都去争东西不要去争名利争什么这样反而不好了我们好好认真的做会更棒哦。小朋友，这样第1句有没有了解意思了呢？好，来第2句一起念哦。食紧拢盼碗。这个解释就是欲速则不达，做事不要求快的意思食就是吃紧就是赶快较紧叫你较紧的就是叫你快一点食紧吃太快你想要去做别的事情想要快一点吃，结果把你的碗就摔破了，那这样子反而我们没有办法赶快去做别的事情，反而要怎么样？要处理我们的摔破的碗反而你想要快反而变慢了所以我们做事情不要求快哦，我们慢慢做，一步一步的做，反而会更好。那第3句食果子拜树头。果子就是这个水果的意思不是果子吃水果啦。我们要拜树头因为呢，树上长水果我们要懂得饮水思源，懂得感恩所以凡事我们都要存感恩的心理哦。
不要想说都是理所当然的哈。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2年级闽南语10句的第1句到第3句的复习哦。好，今天的闽语10句的课就到这里为止喽，小朋友，下届再会。